Gratulerer med dagen, Norge! Gratulerer med dagen! Gratulerer med dagen, Norge! 今日啊，係挪威嘅國慶日，你都得看到其實是青島嘅人都着緊佢哋嘅傳統服飾來到皇宮附近嚟，唔單止咁樣哦，喺度跳下做天茶來嘅時間，一路上面有東東人，咩係着得一身盛裝來到呢邊，然後等一下佢有青島嘅發通進行，我哋啊就企定佢哋跳下來搞。Gratulerer med dagen, gratulerer kjære Norge, gratulerer med dagen. 從係嘉年華嘅國慶，係挪威人慶期待嘅鬧熱。當年5月17，挪威做嚟講係全國都同歡喜。禮拜我哋對台灣出發，比嘅幾萬公里，向下來參加呢個大 party。但係天天主動客家中出世，也下喺啲速度20路嘅小姨子，向下來趁鬧熱咯。生日快樂啊！小姨子，哎呦，快我哋好像來到一場真的是古時候的嘉年華哎，就從那條下安陽來嘅時間，其實一路上都看到東東人，他們是穿着傳統服飾。兩個還只有奧斯陸兩地將會有嘅嗎？還是挪威的國慶跟很多國家不一樣，就是它會其實是一個全民的活動，因為大家都很愛這個國家，所以大家就穿着他們最傳統的服飾布納。這個傳統服飾每一個地區都不太一樣。挪威它整個地形是主要以峽灣地形為主，那峽灣其實就是它有很多小村莊，那地形非常的破碎，所以在過去交通很不方便的時候，他們會有等於說各自的村莊，他們會有自己的傳統，跟其他村莊不一樣的。這個其實是看它從哪裡來的，就每一個小鄉村可能它的顏色都不一樣，它甚至上面的 pattern， 它的繡花也不一樣。而且還有看到幾流那個女生都會有一個 pouch。對，它會有一個小包包，而且有一些還會有很精緻的上面的首飾，有一些是金的啊，有一些是銀的。那他們的服裝是從家鄉這樣一路傳下來的嗎？通常你拿到那個傳統服飾是你成年禮的時候，大概差不多是15或16歲，那女孩子就會拿到一套這個布納，其實有時候是新的一套，但有時候是從可能上一代的人拿下來的。對，因為這個布納其實很貴，那上面我們看到這些刺繡啊，幾乎過去都是全手工的，所以陽春的，就是你配件啊，什麼都不算的話，差不多至少10幾萬塊台幣左右。我很胸都來到兩位根本你想要去買一套來試，我現在有點退卻。根本日嘅 Oslo 就係講係一場大型嘅變裝秀，歡喜嘅氣氛無從國慶發通，顛倒從參加一場盛大嘅生日 party。無論老嫩大細，都變了一日，歡歡喜喜，拍拍跳跳行上街路，是為到慶祝挪威嘅生日。來，本人帶你到現場咯。We can take picture together. Okay,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How old are you guys? 16, 15. Oh, so you just got it, right? Yeah. I got it last fall. Yeah. Ah. It's new. Did you inherit this from your mother? No, because I have older sisters. That took the. We get it when we are 15 years old. Like confirmation? Yeah, confirmation. Because I knew it's very expensive, right? Yeah. It's like Look at the face. My bunad is from Vestfol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Oslofjord. My wife as well. We are Oh, lovely. Hi. So what are these? What do these represent? Yes, my county. So is this also a part of your bunad? Yes, everything is The hat? the hat as well. Ah. The shoes? Oh. So how old is your bunad? Around my own bunad is 20 years old. We got married in this costume. Oh. So on this national day, it feels you're like really proud, right? Of course. I'm from Lofoten, but my family, my dad is from Hammerfest, the Sápmi from the sea. Oh, because you can see it on here. If you see other Sápmis, you can see where they're from this. Oh, are there other parts which also represents like the Sami tradition? Yeah, this is made of reindeer. Oh, and 兩個係麋鹿做嘅。 In the cold weather, and this is more like to
make it look better. Uh-huh. And then you have like the stone inside, and you can choose what color you want. And I have ice blue. Can I open up this? So this is a belt, right? Yeah. So is this also one part of it? I like the red one because I have red hair. Oh, Sami, it's rare like to see because it's rare for us to see you here, right? I love it to just show the culture that my family has and just bring it forward. And I can see that, especially now, even if it's the 17th of May, I can see that people are looking at me because I don't have the traditional Norwegian dress, but I have like a soft. 唐定街路巷嘅民眾講定服裝嘅條來面戲，藝上今本日出題慶祝國慶，挪威人行卡透過本日想起自家老家族嘅連結。挪威人人生重要嘅場合，差唔多都要本日做伴。做定記就創作定說唔清嘅故事，帶定故事行上街路，本年人嘅回憶，必要行到落鄉下，帶來說唔清嘅快樂。今本日出題係國慶，行卡係生年嘅千期太嘅日嚟哦。他们这个的国家的游行吧，其他地方係冇共用嘅，係嘛？因为在很多国家，它一般国庆日可能都是会有一些武力的展示啊，或者阅兵啊什么。那挪威的国庆其实是以人民为主，而且他们这个游行主要是以小朋友为主。像这些参加的小朋友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军乐队，但是其实这都不是强迫参加，是他们自己愿意 OK 自己愿意参加才来参加的。我刚刚认真看了一下，見到底部嘅就很動到係聲音誒。然後其實你可以看到聲音誒，就算身上背着很重的國，其實他們眼裡都有驕傲。我真的剛剛我有感受到兩個。他要就是參加這個遊行，然後走到前面，然後遊行給國王看，然後跟國王揮手。你跟小朋友他們其實都是為了國王去的，是嗎？對，都是為了要到前面看國王，因為對他們來講，見到國王是一種很特殊的驕傲，所以他回去一定會跟他的爸爸媽媽說啊，或者他長大了還會跟他的小孩說，以前曾經參加過遊行，然後還看過國王。挪威國慶做地講係挪威嘅兒童節，除咗成人嘅遊行之外，兩年無論係 hot dog 還係卡餅，挪威也愛是做唔得唔本成人嘅時光年嘅哦。雖然唔扯冇相關，行區嘅上協佢咩做的，比起現實武力，也從 birthday party 行卡注重係唔係全家嘅大家嘅祝福。今本日我哋咩當幸運，做地落去看國王哦。很近，大家來看，你看兩邊就可以見到嘅國王，還有皇室嘅成員。那最右邊這個就是國王，然後站在國王旁邊，穿白色的，全身白色的，這個是王妃。那後面就是皇室的成員，公主啊、王子啊，都坐在上面。國王跟皇室其實是早上9點鐘就開始站在這邊，然後開始站在這邊揮手，一直對，要一直揮手。衝國王倆，他係幾多歲啊？國王跟王妃今年都已經80歲了，80歲了，他還願意這樣站在那裡。是啊，因為好貼心哦。因為小朋友來這邊都是要看國王的。基流真的很貼近他們的人民哎。你看基流下面的小朋友，還有我覺得跟群眾其實都是很親近的。其實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挪威的皇室，他們其實真的是以人民為主的，跟我們印象中可能其他的國家的皇室，這個是完全走不一樣的路線了。那像國王有時候，他們其實下班的國王還會在旁邊的花園散步。那如果你遇到國王，你還可以跟他講話，他也還會跟你聊一下天的。那你去嘎有遇過國王嗎？感覺很好遇到的。我的確有在旁邊的皇宮的花園遇過國王。啊，怎麼會有一個國家嘅國王是這麼容易？你知道，真的跟人民是走在一起的。那當然也包括說挪威他們這裡的政治人物啊，像挪威的總理啊，或者是他們的國會議員啊，其實他們的生活都是跟其他人的生活沒有什麼差別的。有時候你在附近的一些超市會看到他們啊，或者甚至有時候你在公車上也會遇到他們。我覺得真的是不同的國情啦。哎，對，這是真的，因為對他們來講，那只是一份工作。對，只是一份工作，所以他們並沒有那種我們說比較高高在上的那個感覺，沒有。
廖以基讲，挪威嘅政治人物坐地下铁绝对唔会登上报纸，因为冇买嘅铁票嘅啊。挪威皇室惩罚简朴嘅启民做法，其實係講求色彩嘅挪威立國精神嘅延伸。按用歷史平等老色彩嘅懲罰態度，未留挪威嘅建國歷史有同層嘅關係。等下就來談廖以基講兩段歷史咯。来到两位不是那种供逢一场盛宴，而是一场全民 party， 你知道？我觉得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份认同感，对气嘎跟贵嘎是骄傲的。我对自己可以这样穿，我也是骄傲的。对于挪威人来说，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挪威独立的时间是1905年。那在挪威独立之前，其实有500多年的时间，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国家。We are doing a picture. You are bugging us, right? Yeah. 那在挪威独立之前，其实有500多年的时间，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国家。早期挪威在1814年以后，它就变成跟瑞典像是邦联，其实有一点像是比较接近殖民的这种形态。那卡约翰就是当时1814年的时候，那时候瑞典的国王的名字。对，那像我们看到旁边这个雕像，就是卡约翰的雕像，这个就是当时那时候立的。不过，以黑瑞典人挪威这里立国了，可是他们还是保留。即使说他们那时候很想要独立啊，经过了很多年，说将近100年才独立，那很不容易。但是即使他们独立了，他们也不会想说把过去跟瑞典人有关的一切全部都拆掉或抹掉。所以其实我们从这里就可以感觉到，挪威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很包容、相对包容的一个社会了。那像其实这个游行对于挪威人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几年其实欧洲比较乱啊，比较乱，治安没有这么好，因为有一些难民的问题啊。其实曾经挪威在国内曾经有一些声浪说要不要停办这样子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国庆游行的活动，因为其实人聚集的地方怕会危险，对，怕会危险。但是其实他们后来还是决定持续他们这个很长久的传统，好像还是这份传统延续下去，对人民来讲，那些对他们心中留有那种很珍惜的感觉。过去引退的记录，老年嘅小生从主管的规则上市，快樂嘅景象本人想都想唔到。喺1970年代發現石油之前，挪威是喺北歐清苦嘅天氣。不過，佢哋還係選擇離開嘅當時清強嘅瑞典，堅持獨立。也團艱難嘅建國過程，每本挪威人還較正想去加國家嘅生意。廿日，佢在26就從北空用誒。We are doing a picture. You are bugging us, right? Yeah. Picture? Yeah. Hip hip hurrah! Hip hip hurrah! Hip hip hurrah! 可是你真的就看到，你调他供他们的民族性很，就是你知道很真诚。我觉得调他发生一件事情是真诚的一面，绝对没有错。对，不过我觉得他们很疯狂哎。这个不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就平常应该说平常日的挪威人不太会喝酒的，那平常的挪威人其实是很害羞跟严谨的。那我们调他空头给都来黑马该了。对，那个是喝了酒以后，一般挪威人是喝了2杯啤酒以后才会开始慢慢变成这样，不是每天都这样子。老感受那挪威人就知道很害羞，然后刚刚发生的事情让我打破那个想象哎。对，因为挪威人其实平常日跟真的有重大的节庆啊，或者是有一些 party 的时候，看起来不一样的。OK， 对。那IDV 嘛，该校园季会来到这里，这个民族真的有他们很特别的地方。对。给董事，你是一开始就来到奥斯陆吗？不是，我其实最早我是到德国柏林去读书。对，那后来其实我算是刚好有一个因缘，然后来奥斯陆，那时候是交换学生啦。
啊，你係學乜嘅啊？我是学音乐学的，我其实有2个指导教授，那其中一个指导教授他调到奥斯陆来，对，后来我就跟着他过来。所以给东西你一来嘅时间，你就已经是以学生的身份了。对，一开始，因为你看他是导游哎，可是我不懂这中间是怎么转换你。哦，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那其实我到挪威来以后，当我跟当地人有接触，我觉得挪威人其实是他们的性格其实是很特殊的。应该说，像我们早上去看他们那个国庆的游行，我们会看到其实挪威人他们有非常真诚或者非常纯粹的那一面。对，即使是在现代社会里面，那个很纯粹的东西还是存在。那个东西，他们的单纯跟纯粹是非常吸引我的。所以我开始渐渐的想要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文化啊？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开始啦。那我想要对当地的社会文化更了解，所以我自己后来利用我那个学校工作跟课余的时间去上那个导游课，后来去考了一个执照，这样。啲資本主義流行全球嘅20年來，挪威沙顛倒做顯測式行社會主義，限定人類發展指數當大條命。佢貼配嘅價值觀流民族性格，層層嘅相對效益值。除睇顯測嘅黑啲動體，行卡考到嚟26官方土遊，思維到愛了解挪威貼配嘅社會文化，佢老挪威嘅緣分，每因為加到下來，變到行卡深。Hi, Chada. So hello. Stanna. Stanna, yeah. Stanna, Sharon, nice to meet you. So I see like basically everyone is like going crazy and drinking here, like after the Constitution party. Yeah. Stanna, hi. 那最近有感受到你说还没有2杯下肚以后的那种害羞。对，因为挪威人是这样子，挪威人比较慢熟一点啦。刚开始刚见面的时候就比较害羞，话比较少一点。You know, like Norwegians are shy in the beginning, but once you drink, you get completely. Yeah, they are less shy today. You're less shy already. Huh. So what if like we're gonna drink beer, right? To open our. Yeah, that's the traditional drink today. Okay. And so after our drink, you're gonna go like A bit different, right? A little bit different. Stanner 第七港妹有讲到尬是，就是他自己啤酒下肚以后，他也会开始就是变得比较外放，所以我们慢慢试着跟他聊天，大嘴鼓宽宽啊。端正總唔得本件本人鬧熱嘅情形牽走咧，蠻上路唔測試，但係真實嘅挪威人本人嘅第一印象。喬伊指講，蠻上路嘅挪威人好觀察，點錢顛倒係佢哋真誠對待人嘅方式，係講一段時間上手時，嘅就會先臨機別這樣講咯。你自己覺得我們要喝多少，他才會那個卸下心防？应该是喝2杯吧，他要喝2杯，我们可以慢慢喝。Speed up. Continue about how you think of Taiwan. So, aside from Taipei, where else did you go? We also went to some small place outside of Taipei where you have these very big blocks. 9份。 No, not Jofen. No, not It's very Jofen. big houses where your uncle live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programmers and they are living in this, and old people. They're living in this very... 竹北。It's strange for me because you have so many people living in a very small area and there's a lot of, I mean, you basically stay inside your building and go down to the garage and drive your car and go inside another air-conditioned house. So it's not the kind of city you would find in Norway. And also just because like Taipei, there's so many people, but everybody's living so close. So there's a lot of traffic and a lot of people everywhere. 可能对于挪威人来说，一开始到台湾比较难的部分是，他们会一下子进到一个地方就看到很多人，那他们会有一点点不适应。就像他一出机场，可能就有一点点头晕，觉得怎么人车突然这么多？因为挪威是没有的嘛，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一开始是需要一点点时间适应。对。你自己来到挪威的时间，你第一个感受对挪威人的感受是？刚开始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但是工作上的接触其实是很单纯的，因为大家都很认真，就是很专注的把你
你要做的事情做好。可是如果说你要跟挪威人当朋友的话，这其实一开始是比较难的。最容易的方式就是你跟他们喝酒，对，喝2杯啤酒之后很容易。有第二个方法吗？比较难，不然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对，可是其实挪威人是比较直接的，他们不会比较不会说像我们说啊客气，你问他你要不要吃这个啊，他说可以啦，我都可以，或者看看。对，挪威人比较不是这样，你可能问他什么，他会即使不是太熟，他会直接跟你说不要，或就是他不喜欢。Or like if I cook something and I ask you, oh, how is it? And you say, yes, it's okay. I've learned to know that means it's not okay, actually. That means it's quite awful. I don't know, I think there are some parallels between Taiwanese and Norwegian culture. I think also Taiwanese people can be quite walled in with politenes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So, yeah, it's kind of difficult to get to know a Taiwanese person really well. And that's quite similar to Norwegians. It's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know a Norwegian person very well. But they are very nice people. It's just that they are not very direct. Some ways. So if you want to see a Norwegian who's very unhappy with his life, you can try to talk with them on the subway, and they will not be very happy with the situation. So that's. 就是一个很冷的笑话。这个是喝太少的笑话。 You have to drink. I have to get your outburst come out. Oh yeah. 記比聯絡度，平常唔好講話嘅 standard，就唔會說咧。不過曉怡姐講，根本你看到嘅全部都唔係常態。國家有台灣10.5倍大嘅挪威，人口漲有520萬，稀稀散散嘅人群，然後點起陌生嘅城市景象，真係真實嘅挪威。想愛看到全挪威人展現熱情嘅一面，可能真嘅是有點到國慶哦。等等遊行結束。奧斯陸每天天的恢復的點心，天公一大早，我哋就天天跳一起，去認識正經嘅奧斯陸日常，感受也就半年我攞咗未來城市嘅人間之飛咯。跳完之然之後，調下抽天茶嚟到2年嘅時間，就抽半年啦，看到嘅冇相樣咧。对啊，真的完全不一样。像我们看这边，其实这条是卡约翰大道，那前面这个就是皇宫。所以昨天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人来参加国庆，挤了满满的人。那今天其实国庆日结束之后，大家就回到平常日常的生活了。这个其实比较是平日挪威人他们平常生活的方式了。今天可以正常来看一下，为嘛该2个卡约翰大道会这么有名？其实这一条路呢，以往啊是挪威很有名的一个剧作家，叫做易普森，他几乎是每天要走的地方。挪威嘅易普森可能就係英國嘅莎士比亞，都這樣講。对，可以這樣說，對。那像奶亮他看到 T 松這個是什麼？這些都是在易普森他的劇裡面他寫的一些台詞，就是從不同的劇裡面寫出來的台詞。我知啦，千有名嘅玩偶之家。還有皮爾金也是易普森後來寫的。他的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差不多19世紀末的時候，那當時寫的很多作品呢，都是跟我們說所謂的男女平權這樣子的故事是有關係的。維京人他們其實主要是從挪威，這個是丹麥，還有瑞典，主要這是這3個國家的人。從現在考古的資料來看，最早到達我們說北美新大陸的，其實應該是維京人。反而不是我們想的什麼哥倫布什麼。不是，這段歷史在2001年已經被改寫了。當時寫的很多作品呢，都是跟我們說所謂的男女平權這樣子的故事是有關係的。那像玩偶之家很有名嘛，它裡面說的就是這個諾拉，她因為覺得女性好像在家裡受到壓迫，或者你好像就只能是一個家庭主婦，每天就像玩偶一樣看起來漂漂亮亮的，然後把家庭做好。她最後是離家出走了，因為她想要有自己的生活跟自己的職業。那其實我們想象一下，這個故事其實是在100年
年前了，当时的挪威社会其实还是非常保守的。对，那所以当时易卜生写的东西，其实是算是当时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算是很先进的一个东西。其实我哋像按用100年前，记到嘅女性可能总唔得有自家嘅一些理想。可是你看，我哋料他上到挪威嘅沙菲，其实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女性其实是很独立的，然后记到都得选择自己要不要出去，或是哪一把嘅文化没很盛行，所以这是完全颠覆了我们100年前嘅想象。在挪威的社会，它其实是注重以个人为主体，以每个人为主体，不管你今天是男性或者是女性，对，其实讲的是平权均等的。从事5天，汉卡做得讲是从事人权，从事达3年氏族到平等嘅挪威人为，做一个人，无论出身体、阶级、男女，无论你是马啥，都应该有平等嘅权利。当多人认为挪威做得发展到安尼，是因为石油，不过可能是承认民间嘅人文精神，老平等氏族看作为核心嘅价值。将本挪威在短短的100年之间，有近1亿咁样嘅。其实我哋条下按用这样一路航过了，现在到了码头，真的看得到2个赏尸底度，处处都是雕像。像后边我哋条下按用航过了一个时间，其实后面很多是工人阶级的一些。它其实都是做的是各行各业不同的工人的职业。挪威是1905年独立的嘛，那独立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民众都是劳工。挪威这个国家他们是非常重视劳工的。那整个社会设计的这个理念，其实每个劳工他背后都有一个家庭。那其实，在挪威，劳工的福利其实是跟家庭做连接的，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今天这个劳工的家庭是照顾得很好的，其实他就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工作，那整个社会的整体成长就会越来越快速。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脉络，现在会长成这么一个社会福利制度，按后嘅国家都走得看到历史嘅。对，所以我哋让他要就直接搭船去到那个半岛是。这个岛叫做毕格德半岛，那这个岛上面呢，有一半的区域差不多都是博物馆跟船有关的。因为其实挪威人的生活从过去到现在跟船离不了关系啊。因为挪威人早期他们有一部分人是维京人嘛，那之后挪威还有很多的探险家，像是有这个到北极去探险，所以有到北极的破冰船啊，对，还有这个 Kontiki 啊，在那边都有。归路巷谈晓以及讲到挪威嘅历史发展，爱上民族性嘅有几个脉络。挪威嘅文化背景可能老有限嘅资源有关，不过记得因为穷困上天数，因为缺乏动真相，还卡因为资源有限动食材。本天写体嘅大体每本记得航向嘅大海，变做世界人看到就会讲嘅维京海贼。塔上嘅毕格德半岛，行业嘅维京船博物馆。但係，就本愛哋好好地了解呢群本世界人客冷淡嘅背後影響哦。其实过去的维京人，他们其实主要是从挪威，这个是丹麦，还有瑞典，主要这3个国家的人。那这个地方我们有看过这个峡湾地方，因为它的风景其实很漂亮，可是在这里生存很难，只好开着这个船到大海上去寻找机会。那这个范围其实刚开始是在我们说西欧沿海的这个地方，他们航海还到我们说最西其实是到达就是今天的加拿大东岸的一个岛，叫做纽芬兰。从现在考古的资料来看，最早到达我们说北美新大陆的，其实应该是维京人。反而不是我们想的什么哥伦布什么。不是，这段历史在2001年已经被改写了。在法国南部的海岸，其实有一个城市叫做诺曼底。诺曼底这个名称其实是从当时维京时期那时候留下来的。前面这个诺曼讲的是从北方来的人，因为那时候。
对，因为那时候其实维京海盗到那个地方也是到海岸边抢劫啊。那他们在那边其实是抢了很多地方。那最后其实算是跟当地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把那个地方划出来给维京人居住，那他们就不要再往内陆去抢了。他们到各个地方去抢劫，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也没有名字。所以说，就给他们一个名字，就是从北方来的人的意思。那划那块地就是现在的诺曼底了。维京人强盛的时期是从8世纪到11世纪左右。对，其实时间不长啦，但是他们真的，我们看他们这个航海的范围，其实真的非常的广。对于挪威人来说，维京时期这段的历史算是他们最早的，等于说是他们的祖先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挪威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维京人的这些文化，或者甚至他们过去使用的这个船，他们还是很小心的把它保存下来，一直到今天。从2个时间，这个时期还算是维京时期吗？到现在不是的，因为其实维京时期到西元的1050年那时候左右就结束了。那时候结束其实有很多原因啦，但是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因是，虽然说维京人刚开始出去都是因为要抢劫，但是到后来其实不同的维京那时候还算是部落的形态，或者各自有各自的小王国，各自为政。那小王国跟小王国之间，他们其实是会有战争的。那有一些小部落呢，他们决定去找这个基督教世界求援，就等于说他们把当时是天主教，把天主教的势力引进维京的部落里面。当时一开始出去抢劫，很多都是专门去抢教堂跟修道院。所以呢，他们既然信了天主教，就不能再去抢教堂跟修道院，跟这个其实有一点关系。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虽然后来挪威经营为基督教时代，不过维京人嘅文化思维还是深深嘅影响到挪威。佢哋唔單唱係厲害一時嘅開設，佢哋捍衛探險嘅精神，勞做勝利嘅智慧，還有維京人對民族嘅認知。都本挪威雖然強樣受到基督教嘅影響，卻發展出老歐陸冇強樣嘅文化特色，顯明唔驚嘅海洋民族性，咪層層嘅想到小一記。就来就是这几天跟你相处，你知道你有时候都会不小心有那个导游感出来。对，这是真的。应该说，我平常讲话是一个样子，就是慢慢的啊。可是如果突然要解释什么事情，我就会好像导游上身，有没有？会花这个时间在那上面，是自己真的很喜欢啦。有宽存了，看出来哈。对对，因为其实我自己的。像我自己学的算是音乐学或者比较偏民族音乐学的这个部分，那本来就是对人的事情很有兴趣，跟人有关的，或者人每个地方的人他怎么生活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活，或者是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下，有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音乐啊？你学的那个民族音乐学黑马该意思，你到底是学什么？哪一个地方？它其实是一种研究方法。那你可以选不一样的，任何国家或任何地方的音乐都可以。那我自己学的是，我研究的是吠陀吟唱。那吠陀吟唱它其实是印度最古典的吟唱的方式，对，算是有宗教的使用啦。现在还有在流传吗？现在还有在流传，它内容是有文字，但是它是用口语传播的方式，等于说它是口传文化啦。那它的内容是梵文的。你们立马该会学会后两个啊？我觉得应该很少人学吧。对，比较少。这个其实也是兴趣。那当时我第一次到南印度，我听到那个音乐，就我听到他们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做这个研究。后来其实也是因为到了挪威才开始学梵文的。你又会后挪威文，然后你又会后梵文，在同一个时间，你不会觉得脑袋很复杂？那时候是刚开始是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研究这个，你一定要学梵文。那我刚开始的感觉，我觉得我换一个题目好了，如果要学梵文的话。那后来来到挪威，我发现，为什么挪威的学生他们什么都可以学？我身边的同学，有人是学希腊文，有人是学希伯来文，也有人学波斯文，阿拉伯文，什么文都有人学。那时候其实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既然他们都可以，我也可以。对，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学校的学习环境是蛮特别的，就是它让你觉得其实你什么都可以，你只要心打开，你去尝试，你都做得到。
我之前在德国或者是在挪威，这里的步调算是相对的慢，或者是说，如果你今天是进入学校体系，你在学校里面读书，那他们的上课方式不是说今天给你很多东西，然后你拼命的读，拼命的去记忆，不是。那通常课都不是很多。其实这里的学生他会花很多时间在自己的课业上，只是可能不是坐在教室里面。我觉得这是挪威他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很特殊的一个地方。无嘛嘅做唔得，上清楚过后为自家嘅选择负责。第此行事物追求上好嘅事情嘅时节，为少嘅挪威人颠倒还较吃头。安尼嘅学习气氛，每本小意志还较敢去制作，唔分年纪变做学习嘅限制。同时鼓励佢伫研究和下来嘅时节，靠到投入嘅节奏，有还较多嘅机会观察挪威。可是俺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其实蛮多这种民营，他们也都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对，大部分的人上下班还是主要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因为这里很方便，你可以有公车、有电车啊，然后还有地铁。俺有看到青岛的茶，他们后面我发现是没有排气管的，然后我还在纳闷，想说，怎么感觉有点少了一个东西跟用哎。虽然挪威产石油，可是其实挪威的油比台湾还贵，因为像挪威的石油如果是95的话，1公升现在50几块台币左右，有一些会到60块。那其实这跟挪威他们很重视环保有关系。像在挪威，其实目前的挪威算是使用电动车，汽车是用电力，电动车的比例很高。其实奥斯陆有一部分的公车，它是利用烧垃圾的这种得到这个电力，烧垃圾的电力来开的。烧垃圾。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蔬菜了，真的哦，因为在挪威平常的超市里面你看不到这些东西啊，那还有秋葵，然后一些辣椒啊，这个只有这里才有啊，食指大动哎，现在。对啊，真的。那个葱很少见，对不对？对，这里不常见哦。它是利用烧垃圾的这种得到这个电力，烧垃圾的电力来开的。烧垃圾在挪威其实大部分大家用的电90%以上都是水力发电，因为它的水资源很丰富。那有一部分的公车主要是开到近郊的这些公车，那它其实是靠烧垃圾得到的这个电力来开的。我觉得很不敢想象，像俺的腿完可能垃圾是一个你知道大家很棘手，然后怎么连处理可能都还是一个很大问题。不过两边已经想到可以用大家最民生的。挪威的环保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做的，像在早期，其实他们垃圾分类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个宣传期，甚至是现在，其实他们有法案，可能将来会通过说，开进市中心的车子只能是电动车。就是将来有可能会达成，但这个目前还在实行中。那有看到，就是你们可以有供，就是其实市区现在是不是有那种专属给电动车给停车格？这也算是挪威他们政府的，就是鼓励大家开电动车的一个配套。就像是如果你今天开电动车，万一你在路上开了没电了，你会有停车格，你车子停在那边充电。因为其实电动车它本身就是现在还在属于推广的一个阶段嘛，所以当然这个挪威政府它是希望说未来达成目标，多数人都是开电动车，所以政府也会有一些补助啊。天通查嘅市占率排世界第一嘅 Oslo， 虽然年排碳量早就比欧盟国家大，还紧并入资金，希望带动更加多嘅绿能科技嘅发展。虽然台湾也还没有垃圾发电，不过实际做起来还开始要全面来探索。除了提升能源转换效率，係唔係做得確實做好垃圾分類？上次發電過後會有嘅污染落上海，含較考驗政策推廣嘅決心。Oslo 前面一站，小姨子要帶我到冇強用風情嘅中東區去行下嘅。
要进来的俩哈伦都俩米，而且出来五颜六色了。这个区域叫做格陵兰。那格陵兰这个区域在奥斯陆呢，其实是比较多从中东来的人啊，或者是说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人来。太高，哎呦，一坤俩米跟你真的就是已经变得比较多元了。对，因为奥斯陆其实是有很多移民的地方。对。那像我们可以看旁边这边的商店呢，这里其实很多奥斯陆人，如果说要买特别蔬菜啊，或者是从不同地方来的样式比较多，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其实它有很多你在一般的挪威的超市买不到的东西。那这里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物价也比较便宜。那个草莓啊，人家超市看验时间，它是一盒差不多29.9，算30克朗，然后差不多会120块台币。不过俩米完全直接价格减半，60块。对啊，差很多了，所以我们比腿板都还要便宜，比台湾还要便宜啊。哎，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蔬菜了，真的哦，因为在挪威平常的超市里面你看不到这些东西啊，那还有秋葵，然后一些辣椒啊，这个只有这里才有啊，用烦哦，食指大动哎，现在。对啊，真的。亚比个葱很少见，对不对？对，这里不常见哦。一般挪威人也会用，就挪威的超市其实也买得到这个东西，只是说一般挪威超市这样一把的话，差不多要24、25块克朗，24、25克朗。太敢按用宽，你们看这样是少几倍，2点多倍。你们做的凶凶哦，你俩比生活，我觉得真的很冇简单嘅。对啊。所得到同时附加高嘅挪威。一罐矿泉水同下到就会台币100块，物价没高到全球大头名。有时候到远人去买东西，就唔是蛤蟆贵掉算盘嘞。两位出台物价比起来较便宜，还卡因为70年代对海外走来众多嘅流通力，本无同样嘅文化啲两位交流，未带本挪威社会无同样嘅影响。冲击的按用挪威人老这边的人，他们相处上是很 OK 的。因为早期其实他们是难民身份进来的，那其实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都是这样。当你不了解，就是当你对于他们的文化不了解，一定会有心里会有恐惧，会有一些冲突。那其实挪威人他们收这些难民的历史其实是很早的，像从比较早期的在越战的时候，那挪威人其实就从海上收了很多海上的难民，还有索马利亚，他们也是接收这些难民。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挪威人是很愿意接受难民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国家，有一些是因为政治问题，有一些是因为战争的问题。那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活不下去，所以他们把这些人收进来。那当然收进来之后，给他们教育，希望他们融入这个社会。那当然渐渐的，这些人他们可能第2代从小就是在这边长大。那他们进入挪威的学校，其实跟当地人也有一些接触。歌手给的其实是很尽力要让这些进来到新国家的人，然后可以自己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的。这一点其实对于挪威政府来说，其实这是他们一直在做的啦。因为你难民收进来，你可以刚开始给他救助，可是你收进来，你不可能养他一辈子嘛。这些难民来到挪威以后，政府会提供一个2年的进入社会的教育，包括语言的部分，给他们职业训练啊，帮助他们能够融入进入挪威的社会。那也代表他有工作能力，他就有能力缴税。因为在挪威缴税对挪威人来说真的很重要。如果说我今天不缴税，但是我一样去看医生，然后我一样拿社会福利不工作，对于挪威人来说这是很严重，就好像你今天是小偷一样，这样其实是偷窃的行为，在挪威对挪威人来说啦，很不同的思维哦，挪威人。曉伊指講，社會付出老平等，唔係建立啲得到共用嘅東西，係環境係唔係做得本人民做得發揮老生存。輸入難民嘅問題，啲挪威唔係冇爭議，不過佢哋相信人係平等嘅，無論血統老出世，願意自力付出，共同維護人嘅核心價值，就係生活啲共異嘅土地嘅關鍵。故所唔係冇反對嘅啥，係大部分嘅挪威人行近啲嘅想、近啲嘅交通來尋解決嘅方法。跟你懂事来到俩位，因为俩位跟你引起你的好奇。那你去改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改变吗？最大的改变可能觉得更自在吧。在其他环境或其他国家的人会多多少少，你一开始会比较客气呀，或者你在回答什么话之前，你会
考虑很多啊，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压抑，或者是其实你讲的话并不是你最直接你想要表达的。那挪威这个环境就是，其实它允许你在不会伤害到别人的状况之下，你表达你自己的意愿啊，或者你对很多事情的想法。所以我想最大的改变就是觉得比较直接了，对，比较直接，很多事情你可以直接说，也不用担心太多。虽然每个人其实都专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因为挪威的这个环境其实是很强调每个人每一个个体的。待了一阵子之后，其实我很喜欢这边的这个环境，因为即使是他们很重视个人，但是他们还是很尊重其他人的。对，所以这个环境是让我觉得很舒服啊，然后很自在。对我来说啦，在以前我相信。台湾其实是一个蛮竞争的社会，那大家其实很习惯，不管你是从学校或者出社会啊，当你觉得自己在哪一部分有比较优秀的能力的时候，通常你的做法是你要很努力的把那个东西展现出来，跟别人竞争。那在挪威这个环境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每个人不管你的能力如何，就是你最后在社会里面你所能够有的这种生活水平是差不多的。很相近的，而且今天当你有知识，你比较有能力，其实你是需要用你的知识或能力去帮助别人的。那你气改以后，你觉得你会选择，就是你还会继续走导游这一块，还是你的研究理论那块会继续走下去？对我来说啦，导游这样的工作其实有点像是当时阴差阳错踏入了这个工作。那我想我以后应该还是会继续走向学术研究。那只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很宽广，不是说我只是坐在研究室里面写我的报告或写我的计划。而且你在做投入的时间，每天要面对的这些人，也都是你自己做学术研究以后可以当做的资料库，对不对？对，因为这也是另外一个观察人的面向。对啊，按夺给你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而且他们就来到你眼前，让你离开台湾按多年，廖一志同分享我哋来拜访，佢都希望做得把握时间，留挪威嘅好，留大家分享。不过佢咪讲。唔係上強調外國嘅眼光較嚴，挪威老台灣共用又好又快，是希望透過我哋嘅拜訪，提供家鄉罕較多嘅想法和可能性。看到曉一志喺兩位深度分析嘅罕較出彩嘅生活環境，咪加出明我對挪威嘅好奇。接下來嘅旅程，我哋會開始幾千公里嘅公路旅行，其他看到也在北國罕較多嘅面向哦。